雙碩士學位，曾獲傑出導師培訓獎項，資深朗誦訓練教育者，曾擔任全港朗誦賽事大會評審團顧問、大會專業評審。黃小娟老師。依家我哋邀請嘅係黃小娟老師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黃老師。咁今日咧有邊位小朋友係第一次上舞台去分享詩歌或者故事㗎？請舉手。哇！俾啲掌聲，你哋第一次又好，第幾多次都好。咁咧今日大家嘅表演咧都好有勇氣喎，咁都做得好好。因為咧我哋嚟參加呢啲嘅活動咧，其實係比賽，實質咧係文藝活動。係啦，我哋嚟賞識文學作品嘅，我哋嚟學習咧點樣增加自己嘅表達能力。咁所以咧，朗誦又好，講故仔又好，其實係聽説，仲有咩啊？聽説讀寫。嗱，邊個有寫咧？有啲同學咧係揀咗開放式嘅題目嘅喎，咁嗰啲同學咧仲包括埋寫添。係啦，咁係一個好多元嘅語文訓練嚟嘅喎。咁咧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朗誦或者係講故仔嘅技巧咧？首先咧，我哋平日咧父母咧雖然工作好忙，但係咧要多啲同小朋友咧去讀一啲好嘅作品，多啲講床頭嘅故事。如果嗰啲故事咧係同生活係有共鳴嘅話咧，直情咧就去做嗰樣嘢。例如講月亮嘅就去睇下個月亮，跟住講棵樹嘅就去睇下棵樹。有啲咧係可以有親身經歷嘅，有啲係寓言比喻嘅話咧，就未必可以親身經驗嘅話，咁要我哋有好多實體嘅經驗累積，先可以培養嗰個想像力嘅喎。咁咧一步一步嘅層次去增加。咁今日嘅同學嘅表現咧都係好好嘅。咁咧特別想講下呢個3至5歲嘅小朋友組先。呢個年齡段嘅小朋友咧係用觸覺同埋感受去學習㗎。咁所以咧揀故仔嘅時候咧，最緊要係小朋友係有共鳴嘅。平時咧多啲去睇唔同嘅作品，當佢有共鳴嘅作品咧，佢自然就表現得更加有力量，咁就有中氣啦，同埋有感情啦。咁感情咧係有分技巧性加落去嘅，定係真摯性嘅表達。咁其實我哋係聽得出嘅喎，因為咧係有感染力嘅喎。咁咧至於咧大個啲嘅7至9歲嘅小朋友，今次揀嘅選材咧都非常之唔錯喎，特別有文學性啦，有深度嘅，咁我都好欣賞。咁咧仲有一個小小嘅提醒，而家咧現代科技咧係好盛行啦，咁睇螢幕嘅時間咧，其實係會影響小朋友對於閱讀啦，同埋對於佢嘅想像力啦，因為直接影響我哋講嘅 neuroscience 大腦嗰啲嘅神經線點樣聯繫啊。咁所以咧，越多嘅觸覺同埋感受嘅學習咧，其實對小朋友個大腦咧係更加之好嘅。因為用螢幕咧，我哋淨係用手指頭，其實佢所有感官都唔使用噶啦。所以咧，多啲去有實際嘅生活嘅體驗咧，特別香港係有好多嘅大自然嘅地方啦。咁咧，平時咧多啲問佢哋，你有咩感受啊？俾佢哋講出嚟，唔好打斷佢哋。其實喺7歲之前啦，或者14歲之前啦，都係情感同埋意志發展嘅階段。越多啲去鼓勵佢哋去講多啲，表達多啲，自然佢哋上到台都唔會怯場，仲好想去表達添。咁如果佢問你哋點解呢樣嘢發生啊？咁家長咧俾多啲，雖然生活好忙，但係俾多啲耐性，因為佢喺度發展緊佢好奇心同埋求知欲，唔好打斷佢。如果佢觀察緊一啲嘅物件啦，或者係一啲嘅實物啦，甚至係自然界嘅東西啦，其實全部都係素材，生活嘅素材，唔好打斷佢，由佢去觀察，呢啲都係幫助小朋友去發展佢個大腦回路咧，同埋佢嘅觸感嘅。
咁我暫時係分享咁多先啦。咁如果你哋想繼續嘅話咧，我哋下年每一年都有呢啲嘅比賽，去增加大家嘅自信心之餘咧，更加重要嘅係大家嘅文學嘅修養。好，多謝大家。呢場比賽經已完結。另外邀請黃兆娟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粵語同埋普通話組別嘅老師，今日好開心咧嚟到呢度咧同大家分享啊！咁咧知唔知咧朗誦作品係嚟自乜嘢㗎？所有嘅朗誦作品咧一定係嚟自生活，嚟自文學家對生活嘅體驗，然後記錄成為文字，就成為文學啦。咁所以咧喺我哋要朗誦嘅作品點樣好咧？只係一個技巧嘅層次。咁我哋咧點樣入心咧？同埋進入我哋嘅生活咧，就係一個生命嘅層次。咁其實咧，點解要舉辦朗誦比賽咧？並唔係想將小朋友分能力嘅高低，而係想佢哋咧係學識喺文學作品裏邊回歸翻生活，回歸翻生命嘅體驗。例如裏邊嘅作品有講到啦，好多大自然嘅景象，又有好多咧小動物嘅景象，係充滿住童趣同埋對生活嘅美感。所以咧，小朋友咧咁細個咧，好勇敢地踏上舞台去展現自己嘅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嘅表演。更加重要嘅咧係家長同埋小朋友之間嘅生活裏邊，點樣增加對藝術嘅美學嘅美感同埋培養，進入佢哋嘅心魂。咁啦，我又從呢個體制嘅教育嘅老師啦，去到華德福嘅教育，到自然教育咧都有接觸喎。咁我認為咧，小朋友成長裏邊最重要嘅咧，係佢哋對生命同埋佢嘅感受喺個心魂裏邊嘅流動，因為呢樣嘢咧可以持續不斷，而朗誦嘅技巧咧係可以越練越好嘅。我相信大家都會喺兩方面各有進步。多謝大家。